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的时间已经差不多，所以咱先来练献诗。今日要唱的献诗，咱对后壁唱转来吼。那所以请咱先献开献诗第233首。233首，至大主上帝，你名是至圣。咱来唱第1节、第2节、甲第4节，先请思琴对头到尾弹一届。唱较紧一点嘛吼，来，主客的所家，为罪的罪人，被眼无有错，黑的必定，千次劳碌的刷卡，也受不罪汤。第4节，吉他是何处，马术就必靠，当时去着我，咱念主的所在，左右的下水，你眼的会作讲。好，有几个所在，歌词咱可能爱小注意一下。第2节，第2节，你雨水怎濺出？吼，濺出，流落伫山骹，野树有水，通啉野如滴之歌，吼。若是会当，请咱尽量摕咱头前的献诗，一边唱一边来看歌词。好，搁过来。第2首是193首。哈？193。咱这条歌，这首献诗，真熟，所以咱甲唱第3节就好，吼。啊，先请思琴对头到尾弹一届。第3节咯，3来。万民
信息拢会时常愈唱愈慢吼，所以唔通愈唱愈慢，啊，迄个tempo 爱对迄个弹琴的来会对着。好，第三首就是今仔日咱要唱的第一首的圣诗，第八首。圣诗第八首，这首圣诗的歌词较复杂，所以咱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来对头唱一届。啊，若是有圣诗，请你摕起来，因为歌词较复杂。譬如讲，光亮的光，伫这首圣诗内底有两个发音，光或者是光吼，所以若看 PowerPoint 可能看袂出来，就爱看咱的圣诗。咱来对头到尾，先请苏琴弹一届了后，咱来唱全首。所在，咱小可注意一下。一开始是夜头观看，吼，夜头观看的 melody 是夜头观看，搁过来河海交争，河海交争，到后壁的时阵，日头出现，毋是咱头前的夜头观看吼，所以头段连事情嘛有断毋着，咱小注意一下。啊，因为时间关系，咱来唱。第三节的歌词，前奏，谢谢。第三节，三来，一个清醒，不管岁月，当给经历，温暖。我所想。
到遮请咱陪伴心，今仔日的礼拜。这时，请大家陪伴心来敬拜上帝。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上主，我的上帝啊，你至大。你用尊荣威严做衫穿，你用光做外衫穿。你剔开天，亲像大布片。你伫水顶安置宫殿的牛。你用云做车座，用风做石碑。你用风做使者、用盐火做车用。你将地下伫地基顶，互地永远袂摇逝。那即时，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8首。夜头观看，强强无强，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咱游园徛地，咱做伙仰头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仔日组织阮众人进入你的圣会，恳求你，互阮伫心神甲肉体拢会诚实来尊敬你、服侍你，互你的圣名大大显出荣光，搁互阮伫你的圣会当中，成做忠实的圣徒。阮的天父啊，阮感谢你赏赐阮独生圣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伊道成肉体，伊的受难甲受死，成做阮的救赎。也求你使阮对神有清楚的了解，互阮知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毋是将神变做宗教的仪式来束缚信徒。求主互阮真正明捌主。互阮伫神的当中，对神的真理得到真正的自由。慈悲的天父，现在国际经济真无稳定，求主用你的怜悯甲慈悲来早日结束乌克兰的战争，互因的人民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重建因的国家。现在独裁的强权伫世界做风做影。互全世界拢真担忧台海的和平稳定，求主用你的大权能来保护阮台湾，互阮的人民安居乐业。恳求你用纯洁和平的智慧，赐予各国的领袖拢知爱照你的旨意来处理国际区域的问题，也赐予地上的万民拢知影爱寻求上帝的国甲伊的义。这些代志拢伫咧主的内面会得到解决。主啊，阮也求你保守阮的教会，伫阮选出明年的长职动工了后，求主互阮做一个所做一切的事工，拢是按照主你的旨意来行。无论事前的事工计划，也是事后的准备甲执行，拢得到主你的看顾甲保守。也求主保守阮建堂的贷款有够额的奉献来行，保守阮每一位姊妹兄姐的平安，尤其是即马伫咧安养、行动不便以及伫咧治疗当中的兄姐，求主亲身来扶持帮助因，互因早日恢复健康。当阮即时要按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用你的名姓，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老赦免过阮的人，无紧带阮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献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51篇，启应文51篇是出自耶利米书17章，咱做伙来启应。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气力。因踮伫旷野大树的所在。因会亲像风暴袂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炎热到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挂虑。下面咱过来吟圣诗，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这是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因为你的恩典，互阮好胆进前敬拜你，仰望你对天来的福分，恳求你将要互阮逐项的好物对天灌压，丰丰富富赐互阮，互阮得到你活命的养赐，亲像春天的雨水，秋天的甘露。生命得到润泽，伫真理内面生根建造，将你疼的影响力对阮发出，影响别人，带人归正，互万民拢知你的救恩，众百姓拢知你奇妙的作为，互你的名得到举起，你的国日日扩大。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下面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伫个圣经新约马可福音书第6章45节到56节。马可福音书第6章45到56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耶稣随时逼伊的门徒上船，先过去对面岸，去结赛大，家己留地解散群众。耶稣离开群众了后，就上山祈祷。天暗的时，船行到湖的中央，耶稣家己一个伫岸顶，伊看到门徒。正风在鼓掌，鼓甲真艰苦。天要光的时，耶稣伫湖边的顶面，因遐行去，想要对面遐行去过去。门徒看见伊伫湖面在行，想讲是鬼，就大声喊。因为大家拢有看见伊，真惊。耶稣随时甲因讲：“安心，是我，免惊。”耶稣上船去甲因做伙，风就点去，门徒非常着惊，因为因无明白即个饼的意义，心了真钝。耶稣甲门徒过去湖了后。伫经年撒日上岸，将船下伫岸边，因一个落船，众人就随时认出耶稣，就四界行透透，听到耶稣伫倒位，就用床铺赶来跟病人去遐。耶稣无论行到什么庄舍、城市、乡村，人。甲病人赶来，囥伫市场口，恳求耶稣，上无嘛，互病人摸着伊的衫躯的手，所有摸着的人，拢得到医好。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要请相连团契用诗歌来带领咱敬拜。今仔日要唱的诗歌是。要伫全地颂赞歌唱。Thank you.
即时要请黄春生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耶稣伫海边行。兄姊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真多谢今仔日咱上年团契诗班带领咱三个来敬拜。所吟这首真水的诗歌，会讲起上帝超越的疼，也仰望上帝超越的疼，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昨咱教会举行4天研讨会，伫这个规天的研讨会中间，一开始也得到咱所敬听地牧师的这个分析。过去伫普世的中间，教会安怎来面对伫增长，甚至伫台湾教会过去增长的中间，看去本地教会所做的这个努力，咱嘛对迄中间来做真多的这个学习，也通过同工彼此的这个分享，来看到咱未来头前要行要做的工。也求上帝继续来成做咱的帮衬甲引带。明仔载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咱做基督徒的应该是爱会记的这个日子，10月31，毋是这个所谓的万圣节啦吼，是宗教改革的纪念日。明仔载是宗教改革505年的纪念日。咱今仔日装备部门伫今仔中昼11点，伫咱地下室的教室，也邀请陈永文牧师来做专题的演讲，会讲起宗教如何对立，佮如何改革更新。伫宗教纪念日，咱的反省是啥物？前几天有一位法律系的教授真感慨。会对我分享，伊甲我讲，今仔日的教会差不多拢将这个日子宗教改革纪念日拢放袂记的。伊咧甲我讲这个代志的时阵，我甲讲，阮济南教会无放袂记的哦。阮礼拜3有举行宗教改革的纪念祈祷会，我嘛甲邀请讲今仔日。有宗教改革纪念的专题演讲，伫迄个分享的中间，阮拢会提起上要紧的，就是平时咱都爱留心注意咱社会的处境，咱需要不断甲社会来对话，进行信仰的反省。这是今仔日的教会要行往上帝国一个真要紧的行动。每礼拜3下晡，我拢会召开办公室会议。办公室会议了后，就是牧师团的讲道演习的时间。过去拢是我的引带，但是非常感谢陈永文教授来到伫咱中间了后，我就将这个讲道研讨的主持就交伫伊的手中。我时常感觉我家己神学设计无够额，册也读了少。陈牧师带领牧师团有真侪神学上、设计上的指导。阮其他的牧师拢对这个中间得到真大的帮助。伫这疫情的中间，有真侪人通过这个网络直播，来参与咱教会的主日礼拜。除了咱家己教会国内外的兄弟姊妹以外，嘛有人甲我讲某米神学院退休的教授，带一个大学的教授。因也通过这个直播来参加咱教会的礼拜。我本身嘛有几位伫社会上一寡朋友，平常时甲招来教会招袂行，但是拄着的时阵讲，牧师啊，你顶礼拜讲道的时阵讲着啥物？我着惊一条，你有咧做礼拜？伊讲有啊。伊就是参加这个线顶的礼拜。我听到这个分享的时阵，
我拢认为家己准备了无够，搁较需要用心来准备讲道的信息。我以前就有一个感想，如果信徒愈爱读圣经，安尼牧师就爱搁较认真来准备讲道的信息。换一句话，咱若无要读圣经，安尼牧师凊彩讲，你可能嘛听袂出来。我真感谢上帝。咱教会兄弟是认真的听讲道的人，甚至咱有诶伫会后小组的聚会中间，也会继续将这个讲道大纲内底，甚至有问题讨论的部分，会伫小组的中间继续的分享所领受的信息。我也感谢英主长老，伊每一礼拜后。伊拢会将迄个听到的信息写做这个回应诗，将伊所听到的信息写做回应诗来分享。毋敢若分享互我，包括外来的讲道者，伊也会分享。这对讲道者来讲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咱讲回馈，互因知影讲中间都有人真认真。一听信息，这个月的月初，有一个青年参加婚礼，伫咱教会参加婚礼了后，伊会甲我开讲，伊甲我讲，牧师啊，迄个嘉丽姐甲宋阳哥结婚的时，你讲道拢真短，嘛真有启发。主日礼拜吼，敢会当讲较短？我听着嘛是笑笑啊。迄摆的这个结婚礼拜，这个月月初，迄个礼拜是采取圣公会的礼仪。圣公会的礼拜，大多数的时间拢是放伫礼仪的顶头。圣公会主持的牧师，伊会甲我讲牧师啊，讲道干来当10分钟哦。其实咧准备的时候有一定讲过啊。迄天我特别甲我提醒，只会通10分钟。伊甲我讲，我有看恁教会的主日礼拜的录影，我担心你讲伤久，这个礼拜可能安怎爱3点钟，因为礼仪就将近2点钟啊。所以伊甲我讲，干会当10分钟。我甲迄个青年应答，我讲。长老教会是听讲道的教会，对伫约翰加利文来讲，礼拜上重要的就是领受上帝的信息。加利文的讲道每一遍拢约差不多有1点钟讲道，伊平均一年差不多爱讲170场左右，这个数量，这个数字实在是无简单。因讲道的时，牧师会徛起到伫宣讲台，通好互所有的会友拢会当斟酌看见这个牧者。约翰加利文第2摆到伫真理话了后，真理话这个城市有真大的改变。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主日拢爱参加礼拜，甚至礼拜3的祈祷会。迄当时的教会提供礼拜，平常时也有，拢知影热天的时阵是6点，冬天的时阵是7点左右，也9点的时阵，也互一般的会众会通参加礼拜。主日除了有礼拜以外，伊中昼阁有这个信仰的要理时间。下晡3点，阁有一场礼拜，这是真特别的。通过安尼，这个城市渐渐得到真大的改变。甲中世纪咧做这个弥撒无共款，迄当时的教会做弥撒的时阵，神职人员敢若讲拉丁文，会众敢若单纯伫边仔一看。但是宗教改革伫真理话、日内话这个所在，会众必须爱做阵用因的母语共同来祈祷。
加里文的礼拜观，通讲伊的目的是在伫掠上帝话做中心，掠上帝话做中心，会通塑造会众，成做一个信仰的共同体。当初时，约翰加里文伫圣彼得教堂的讲道，包括市长、议员、社会各阶层的人，拢深深受到加里文传讲信息的影响。约翰加里文伫宗教改革的领导，伊是期待教会会通专心伫上帝话语甲心灵的重建。伫社会上会通追求公平正义，关怀弱势；伫政治上有神圣的治理、负责任的监督的机制，互人的灵性会通更新，会通重新来得到快乐。迄当时，对来到伫日内瓦这个避难苏格兰的改革家 John Knox。来到伫日内瓦这个城的时阵，伊安尼讲，这是使徒时代以来上完美的基督学校。伊甚至将加里文的改革的精神带转去到伫苏格兰，伫苏格兰落实长老制度伫苏格兰的全国。所以今仔日咱咧讲起加里文主义，也是从改革中。长老会这三个词其实是有高度的中和性。加里文主义是掠基督教要义做神学思想的体系，这真侪教派拢讲因是加里文主义。另外嘛有人讲，因是改革中的教会，改革中的教会上传神的这个。描写就是改革的教会必须不断自我改革。咱嘛是掠这个真做咱长老教会真要紧的提醒。长老教会除了有加里文主义，除了有做改革中的神学以外，伫教会上的治理，就是推行长老制度这款的方式。明仔载就是宗教改革纪念日。牧师做简单的提醒，也是要互咱知影，咱本身伫长老教会这个大家庭的中间，这是上帝互中世纪的教会这个转化、转变、回转，转来到伫圣经的教导，一个真要紧的转变。也会提醒咱的教会需要不断的改革。其实咱甲想看卖2000年前，耶稣就是开启前所无的宗教的改革，甚至耶稣是要彰显上帝国的改革。伫这个以来，无论16世纪马丁路德、慈运人、加里文，因拢是咧演说耶稣的改革的运动，咱今仔日也有缘会加入耶稣改革的运动。耶稣号召门徒加入上帝国改革的运动。耶稣也差派学生两个出去传福音。伫顶主日的时阵，经文内底咱就读到，咱看到耶稣甲学生连食饭的时间拢无，所以耶稣真疼惜门徒，阁枵阁忝，所以耶稣对门徒讲：“恁来，甲我做阵去偏僻的所在休困。”这互咱看到耶稣非常温暖的一面，因为伊体贴门徒这时阵真忝真枵，需要休困，需要食物件。所以耶稣带着门徒到伫旷野的所在去休困，但是有当时无用的时阵，你连休困的时间拢无，因为因到伫偏僻的所在的时阵，
有一大群人已经找到耶稣。圣经描写耶稣看因那亲像无牧者的羊群。现代中文译本描写讲动了恻隐之心。顶礼拜郑老师甲咱讲，迄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compassion， 共同的受苦啦。甲因做阵受苦，即阵人嘛是夭饿，无论是心灵的夭饿、肉体的夭饿。耶稣看到即阵人的需要，看到因亲像羊无牧者，但是咱嘛爱知影，耶稣甲学生原本要创啥物？要去退去旷野，家己伫遐食一个，伫遐休困一个，恢复气力，搁继续服侍。但是即阵人出现的时阵，学生连休困的时阵拢无。耶稣向即阵人讲道，耶稣叫即5000人坐伫青翠的草坡，这拄拄互咱去想象着诗篇23篇迄个图像，迄个图像咧讲起，上主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引带咱来到伫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溪水边。这个图像就那亲像耶稣自我显示透露，伊做一个好牧者。弥赛亚的身份，确实，伊也讲过，伊是好牧者。这是约翰福音第10章，耶稣所讲的：“我是好的牧者。”军队这位好牧者，军队这位赐性命食面的弥赛亚，咱的性命，就对这个时阵无拄着苦难吗？无。反倒当互咱看到，因伫世间的日子，犹原会拄着无共款的风影，亲像早期的教会，拄着罗马帝国皇帝尼禄皇帝的大迫害。伫即款的苦难的下底，检查已经有侪人失去因的信心，离开因的信仰。但是想看卖即时阵的门徒，因搁枵。搁忝，虽然经历这个5块饼2尾鱼的新热，但是卖袂记的，因这时阵是不断的服侍，对两个出去传福音，煞只无休困，参与伫服侍5000人食饱的中间。就伫这个上忝的时阵，耶稣催逼因上船，门徒也听耶稣的话，反倒转伫这个加利利海的中间拄着大风影，门徒不断，咱讲疲劳服侍啦，搁听耶稣的话，反倒转拄着大风影。若是你的感受如何？你敢会伫风影的中间放弃？伫第一站充满苦难，咱人生的经验内底，咱要如何来回应这款的处境？这段经文是成做咱真要紧反省的题材。咱现在就做阵来看这段的经文。首先来看45节到47节。这段经文安尼讲起，讲耶稣随时逼伊的门徒先上船，逼伊。但是伫迄个现代中文译本的中间有加一个语感，讲这个代志了后，这个代志是指什么代志？是指互5000人食饱了后，因为原本耶稣就是要带领这学生退到旷野去休困，想袂到无休困着，服侍哪加天啦！伫教会内底服侍也犹原是安尼，可能这个服侍拄啊结束，伫迄中间想要休一下，
佫有新的代志来，有人来找，有人需要帮助，但是你袂当讲，等我歇一下，我才来甲你处理，甲为你祈祷，无。耶稣留予咱的，就是伊伫遐怎，无停止伊的服侍，伊拢掠羊群的需要最要紧。伫这个45节，会描写耶稣催逼学生紧上船，这嘛，互咱看到耶稣非常的体贴，伊非常的体贴，伊知影即时的门徒已经非常会忝。因需要好好去休困，所以耶稣甲催逼因上船。最后，敢若留啥物人伫后面？敢若耶稣一人。耶稣留伊本身伫遐家己留地，解散群众。解散群众。过去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就知影，做一个总领队，将人带出来。最后安怎？爱将人带回去。一个总领队带人出来，无讲中途安怎浪讲的啦，无迄款的。所以伫遮咱看到耶稣带即阵羊，互因食饱，过来安怎？甲因解散，互因转去。这拢是咧凸显一个好牧者的工课。我以前就捌分享过。我捌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后山，看犹大的旷野，遐雇羊的囡仔，因透早的时阵将羊带出来，日头落山的时阵将羊带转来。迄透早的时阵，迄个几百只羊绕过对这个羊条出来的时阵，迄个雇羊的囡仔。伫遐画，伫遐考试啊，羊就安怎一个一个对走出来。啊，羊听啥物人的声音？听牧者的声啦。几百只羊，十几个囡仔伫遐，啊，羊拢袂认唔着，拢听声。所以囡仔伫遐休，伫遐考试啊的时阵。一只一只拢对伊的牧者，羊真特别，绕过的时阵无有方向，所以因需要牧者带因行伫头前，带因到伫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溪水边，等这羊食饱了后咧。羊嘛真趣味，食饱了后，就知影转去的路啊。所以这时阵，牧者毋是行伫头前，是行伫后壁，羊家己会行转去。今仔日这个描写嘛，亲像安尼，5000人食饱，要解散啊，家己知影要安怎转去啦。但是牧者爱看羊安怎一个一个。离开，这就是咱的主。伊留到最后的时阵，解散群众，互这阵原本无有牧者的羊群，食饱了后安全转去。耶稣送学生上船，耶稣也送群众离开。这个时阵，敢若剩伊一个人。耶稣敢孤单？真侪时阵，咱无用服侍到伫最后，逐个人拢走啊离开啊，太水剩我一个人，会感觉家己真孤单，敢若剩我一个人。啊，人咧拢走去大去，这有当时是咱服侍者的心情。旧约列王纪上18章有记载，先知以利亚在对抗亚瑟别王后的时阵，甲对抗这巴力先知，甚至以利亚吩咐民众将450位的巴力先知杀掉，引起王后亚瑟别的不满，伫遐追杀。所以先知以利亚就真做恶名单。伊就真做政治犯，伫遐逃走，
以利亚甲上帝哭乱2摆，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因阁要杀我。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因阁要杀我。真正是讲2摆哦。但是上帝甲以利亚安怎讲？我为着以色列，阁留落7000个毋捌跪拜巴力的先知。咱有当时服侍到最后，逐个人拢离开了后，其他人走去大，这种自我的孤单的感觉，这换一句话讲起来就是喏，拢无人看到我所做的啦，所以我足孤单的啦。这是真侪服侍者有当时有这款的感受。无用了后，只剩我一个人，太无人转来甲我感谢一个。你兄弟，耶稣互咱一个真好的模样。耶稣无需要人搁转来甲你多谢多谢，无。耶稣互咱一个真好的模样，伊上山祈祷。耶稣单独的时阵，毋是伫遐埋怨，只剩我一个人。伊是伫安静的中间亲近上帝，亲近上帝是互咱的心灵会当重新得到快乐。所以，弟兄兄弟，当咱无用服侍了后，毋是看到家己的自我，乃是爱看到上帝，掠上帝最中心，咱才会当重新来得到快乐。咱煞只咱来看48节到52节。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早期教会有一位教父、神学家叫 Origen， 伊对这段经文有一个特别的解说。伊安尼讲，这条船就是教会，一条这个顺风一行的船，然后逆风而行的船啊，会顺风。这款的理解真体贴，当初时教会的处境，因为迄当时的教会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使徒彼得、保罗拢安怎拢顺倒去啊！外口的环境哪亲像大风影，会阻挡教会这条船继续往前行。门徒规暝伫遐顾船，顾偌久？半暝啊3点，顾到要天光3点钟，天要光，但是因伫遐讲原地踏步。这个奥利根，这个教父的见解真特别，伊咧甲咱讲起教会伫这个黑暗的世代，因为迄个日还未光，伫黑暗的世代。因为伫奥利根伊的时代，伊拄啊好遭受到新一波的大迫害，伊有几啊位的学生，就伫这个中间来顺道来死。之后249年，塞浦路斯的这个瘟疫，迄当时的皇帝叫做德修斯，伊认为就是基督徒无敬拜罗马的神，所以才引起这个瘟疫，所以搁一遍大迫害基督徒。奥利根这个教父也因为安尼受掠关监，伊的双支手、双支脚拢白条的褪开，最后因为过头的受伤来死。对奥利根来讲，教会就是一个大风影中间的一只船。这个经文嘛会披露教会形成的过程。初代教会所面对的处境，就是伫大风影的中间，这个顺风一行，逆风而行。48节咧讲起，天要光啊！天要光这句话非常的赞。这句话要表达什么？黑暗要过去啊，天要光啊！耶稣行伫海面，要对因的边仔超越过去。
这个描写真特别。我咧讲道研讨的时阵，题目师就会甲阮讲这就是描写出埃及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时阵，嘛是用这款的话语来表达上帝行到因的头前。这句话会表达上帝的显现，上帝人来显现。伫约伯记内面，嘛记载上帝行伫人的头前，讲踏浪而行，踏伫海面的行。约伯记第9章11节，安尼描写：上帝对我的边仔经过，我看袂到伊；伊对我的面前走过，我也无发觉。这正类似门徒即摆的处境。耶稣对边仔来走过的时阵，因伫遐着惊，因感觉讲亲像看到鬼共款，看袂清楚，因为搁暗。看袂清楚的时阵，就安怎？耳孔来听啦，耳孔来听。我当时伫街路拄着盲人的时阵，我徛伫边仔要过即个马路，我有一回都要讲过啊，迄个甲我动的呢，伊用拐啊甲我动。伊讲即马搁红灯，我想讲伊目睭看会到，无啦，伊咧听迄个咚咚咚。我家己无注意，可能毋知影想啥物，但是伊知影我徛伫伊边仔，伊甲我扎一下。我迄边的经验真特别，虽讲伊目睭看无，但是伊的耳孔真利，这嘛互咱看到学生目睭模糊啦。但是因安怎？耶稣咧话的时阵，咧讲话的时阵，上帝话互人精醒。各位兄弟，上帝话敢有互你精醒，认捌出耶稣基督的身份？就那亲像耶稣捌讲过，伊的羊跟对伊，羊认得伊的声音。约翰福音10章第4节，耶稣伫遮安怎讲？讲是我。希腊文讲，ego eimi，是我。这句话就是用伫上帝显现的时阵，因为摩西有一回会甲上帝讲，你呼召我，爱我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安尼我要我的族人安怎介绍上帝你的名？上帝就用这句话会讲下面，就是我是自然而然的上帝，是我。哇！这句话这段经文内底不断出现上帝的显现，耶稣自我透露伊弥赛亚的身份。无论是大海水行伫门徒的头前，也是伫遮所讲的会果会米，这拢是咧显示上帝本身的身份。为什么门徒无法度认出耶稣？咱来看52节，52节遮互咱有一个解说。伊讲，因为因无明白迄个饼的意义，心犹原真钝啊！无明白食饼的意义，食饼是指5000人5块饼2尾鱼迄个事件，因为迄嘛是伫旷野的中间，这就是带到伫摩西伫西奈的旷野，上帝降落玛纳烟吞，会显示上帝自我的身份。耶稣互5000人食饱，这嘛是咧显示上帝的临在的记号。5000人食饱，行伫海面，搁伫遐讲会果会米，但是门徒犹原心真钝，搁犹原无法度认出耶稣是上帝。这拄拄是迄当时教会的处境，外面有大迫害，有大风雨。大家敢若看到艰难艰苦，却无看到上帝的临在。咱今仔日台湾咧，
看起来外口有大风影，有中国的威胁，这款的风影，咱需要去斟酌去听耶稣的话，听伊的话，通好拄起咱的惊吓。煞者咱来看53、19、56节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现代人读起来吼，较有疑问的所在是安尼啦，就是这患者拢要求讲，后我你的外衫，互我摸一下，我就会通得到医治。我想你今仔日若破病，你敢会讲来哦？牧师，你的衫互我摸一下，无效啦。啊，咱今仔日要安怎看这个代志？有人讲这有迷信的成分，但是我较用这个譬喻的方式来看，因为类似的故事前已经发生过啊。伫马可福音第5章，就有一个血漏的妇人人，血漏12冬的妇人人，伊围困伫众人的中间，去望耶稣的衫躯，得到医治。这个衫躯。这个外袍原来的意思叫做塔利，这个塔利是祈祷的披巾啦，也是讲祈祷的毛巾。因为犹太人因咧祈祷的时阵安怎，弄一块布甲抹起来、盖起来，伫遐祈祷。咱有机会去犹太的会堂，也是去耶路撒冷的靠城、区墙遐。你会看到犹太人用一个祈祷的毛巾抹起来，进入到自己的密室里面，伫遐祈祷。这款毛巾是上帝吩咐摩西所制作的这款的款式，到达已经有3400多年的历史。这个血漏的妇人人，甲这的记载讲，病人伫遐摸着这个毛巾会通得到医治。这甲马拉基书第4章第2节有关系。迄段经文安尼讲起，恁敬畏我的名的人，要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伊的光线都有医治的能力。这个光线原文的意思是指实仔，迄个毛巾的衫躯对因来讲就是实仔。诗篇139篇第9节讲，祈祷透早的祈祷，亲像展开实仔飞到海的尽头，上帝也要伫遐啦。迄个祈祷的衫巾、毛巾，迄真做诗人重要的譬喻。那亲像诗篇17篇第8节安尼讲起，求你保护我，亲像保护我的目睭，互我美伫你的膝骨的下底。36篇第7节讲，上帝啊，你不变的听真宝贵，人要必伫你的膝骨的下底得到庇护。所以对旧约来讲，这个实仔、这个毛巾，拢是一种譬喻。人若美伫上帝内面，就得到上帝的庇护。伫遮咱看到耶稣的行动已经有侪人注目，无论庄脚、城里、庄头，侪人来找求耶稣的医治，望伫伊的膝骨的下底得到庇护。换一句话，上帝的显现是愈来愈明显，迄个民众的渴望嘛是愈来愈大。但是门徒、群众、法利赛人，到底因所认捌的耶稣是一位是啥物人？这个问题后壁会继续发展，要引带咱进一步去认捌这位弥赛亚。咱现在来想看卖，这段经文带予咱啥物款信仰的反省？第一项真要紧的，要互咱知影，当上帝显现的时阵，咱是着惊，还是晓悟上帝的作为？这段经文内底有真侪上帝显现的描写，
那亲像上帝用行动行伫海涌顶头，那亲像上帝用话语讲会果会米，会启示伊本身，嘛用迄个披露的方式，上帝展开伊的膝仔，保护投靠伊的人，甚至也惊神者伫旷野的中间想死性命的食米。当上帝显现的时，咱有可能着惊，无法度接受。就那亲像门徒看到行伫海面的耶稣，掠准是鬼，着惊起来。其实这款的反应，伫圣经内面有无共款的出现的记载。那亲像马可福音第1章22节，听见耶稣教导的人拢真着惊啦，真奇，因为伊的教导有权威，甲一般的经学教师无同。但是安怎？法利赛人经学教师无法度接受，所以你甲看嘛，有无法度接受的人。耶稣伫安息日医治人的时阵，法利赛人嘛无法度接受，甚至安怎？会讲耶稣是靠鬼王的赶鬼。耶稣到伫外邦的地区格拉森的所在，讨放迄个互军团这个邪灵伤害的创伤者。当地人毋是伫遐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毋是，反倒当是将耶稣安怎赶出去，赶出去。你兄弟，当上帝伫门徒的中间显示伊的作为的时阵，咱有可能甲顶头的人物描写拢同款。上帝显示伊的救恩，咱有可能会惊吓、拒绝接受。那亲像人类的历史上，上帝有真侪作为是超过咱想象的。那亲像过去，黑人做奴隶得到讨放；那亲像性别的意识的这个觉醒，人人平等的启蒙，这改变，拢捌互人感觉惊吓，无法度接受。甚至今仔日，也有缘有人无法度接受，女性会通按入做长老甲神职人员。甚至去年美国圣公会任命一位同性恋的主教，内部也有这款惊吓的声音。上帝显示伊的救恩，咱有可能会惊吓、拒绝去接受。伫台湾上明显的例，是1997年4月14日所发生着惊全台湾白小燕的撕票案。最后凶手这个陈进兴判5个死刑。1999年就枪杀。当初时，伫讲甲的中间，因带陈进兴信耶稣洗礼，这个根生团契牧师黄明正甲孙悦，我会记迄当时嘛，侪人会骂伊，甚至嘛有人讲，上帝竟然会救这个人，我无法度接受。刘兄弟，上帝的救恩有可能咱会惊，无法度接受。当上帝显现的时阵，法利赛人嘛是安尼，敢毋是？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通更加晓悟上帝的恩典的作为。上帝爱人人得救，也望咱会通通过听、通过对话，彼此来学习，来追求这个信仰。第二，教会是一条顺风一行的船，顺风就是安怎？逆风而行的船啊！嘛那亲像哪的大船，期待风影会通停止。初代教会面对的处境，就是伫大风影的中间，顺风一行的船。教会嘛亲像哪的大船同款。
那爱大船伫海上扑来扑去，要沉落要浮起来。外口有，若毋是外口有大风影，啥物人会当忍受船内的屎尿味啦？你敢知影？迄个屎尿无法度放出去，规只船拢屎尿味。安尼你会当去体会到无？若是哪爱大船亲像教会。安尼教会内部敢有无完全的所在？有啦，教会内嘛有无完全的所在。但是毋是讲啥物人屎尿味真重，我就甲踢出去，即只船就无屎尿味，毋是啊。咱拢期待无有屎尿味，咱就安怎？家己爱较努力的去保持咱甲上帝的关系会通圣洁，咱拢期待耶稣的来临。早一日外口的风影停止，早一日会通安怎得到平安行出去。咱台湾今仔日的处境甲世界的局势，拢互咱感受那亲像伫风影的中间。有3年来武汉肺炎的疫情。有中国兴起军事的威胁，如果台湾是一只哪的船，同款这只船内面，同款有屎尿味啦。但是咱爱知影，毋是将啥物人踢出去，台湾就无屎尿味，无啦。这经文的描写，咱看到蒙岛这只信风的船。信风的行，虽蒙有大风影，但是当因听耶稣的声的时阵，因的心就安定落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需要听耶稣的声，通好互咱的心安定落来。当主上船了后，就带来平安。海涌就平静。台湾今仔处境，嘛是伫海涌的中间，咱也期待听耶稣的声。愿主也咱显现伊本身，来到伫咱的船顶，带来平安、平静、丰盈。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你通过你的行动，带来阮伫大风影中间的平安。当你学生讲下晡下暝是我的时阵，启示你本身是弥赛亚，是拯救者。阮也恳求上帝帮助阮，搁较认捌你。当你伫阮中间，阮就无惊吓自在。愿你的话搁一遍帮助阮，伫阮时代外在环境艰难的时阵，阮搁较需要上帝你的话语。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即时，咱做伙来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233首，圣诗233首。至大主上帝，你名是至圣，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这时是公道的时间，咱要为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为着延续宗教改革的信仰实践；第二，为着2023年度事工协调会甲预算的会议；第三，为着普世同心，促进上帝国的新世界。这是咱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是咱请苏县长担任着这事来带领咱祈祷。亲爱的天父，505年前对马丁路德开始，经过朱文理、加尼文等等改革家的努力，互新教徒经验着信仰的启蒙甲自由，并且回归圣经甲稳定的教义。500年来，经过真侪的变化甲挑战，也出现了真侪无同的教派。伫这个世代，做基督徒的阮，应该持守独尊稳定的教导，无篡越上帝的主权，根据圣经来追求信仰的真理。最后，搁较爱实践公义。互信仰不只是满足个人灵性的需要，也爱互上帝的主权甲公义彰显伫世界的事务中。昨昏教会有举行2023年事工协调甲预算会议，感谢主，互阮有份伫教会的事工，也为着教会的工作交换意见。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所决定的事工，合着你的旨意。阮所考虑、所计划，若有无够额的所在，求你指点，互阮所做拢得到你的欢喜甲接纳。阮深信，主你一定会伫权能甲荣耀中过来，实行你的救恩甲审判。这过来的应允，叫着阮迫切去传福音，拒绝人类的骄傲甲独裁。阮确信，上帝一定会实现你的国度，就是新天新地，有公义徛起伫中间。上帝要做王，直到永远。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即是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诚做咱的祈祷。请坐。下面请咱掀开周报，通知事项，我来报告。第一，2023年事工协调会预算会议定伫11月12号2点到4点，伫203教室召开，请小会员来出席。第二，长老执事当选公告，10月16号中级改选会员互会已经选出新的长老甲执事。小会定伫2023年第1个主日，就是1月1号来举行长老执事设立甲就任的礼拜，请兄弟来为着新的长老执事的服侍来代祷。当选的长老执事，请咱家己看。第三，停车场维护奉献调整做1000块。咱本会为着停车场的清洁、机械的维护的需要，所以咱明年开始调整做1000块。请兄弟为即马开始用办公室来登记明年的停车的需要。第四，全教会演讲会10月31号是宗教改革505周年的纪念，政治部门来举行全教会演讲会，请大家踊跃来参加。题目是宗教如何坠落，又搁如何改革更新宗教改革纪念日的申诉。讲员是咱郑阳恩牧师，时间是伫个10月30号主日11点，地点伫个 B101到103的教室。第五，浙南教会感恩义卖会，为着筹募咱宣教中心的改建的基金，本会定伫11月27号11点到下晡3点，由妇女团体来举办感恩的义卖会，欢迎大家来提供你真爱的物品，以及踊跃来现场来购买。有要提供的人，请来联络徐春辉、吴关关长老以及黄亚秀姊妹。第六，花香戏歌纪录片结映会，花香戏歌有得到16届 RAI 电影节的2个奖，是民族音乐学电影奖甲非物质文化电影奖。这是唯一华语的电影，请大家来参与。时间是伫个11月6号下晡3点，伫个咱浙南教会的小礼拜堂。第七，浙南讲堂，台湾经济已经发展，政治民主，为什么咱还阁无安稳的厝？咱邀请长期来研究徛起议题的廖廷辉甲教会学者来对谈，期待互台湾青年找出一条
徛起正义的出路，欢迎大家一直斗阵来关注甲对话。题目是安大台湾，徛起正义甲台湾未来。讲员是廖廷辉，舞台的是咱郑养恩牧师，甲王伯贤是大专中心传道师，甲邱凯丽老师。时间是伫个11月13号2点，地点是济南教会大礼拜堂。第八，家庭照顾者支持活动。咱照顾家人的时阵，会面对真侪压力甲情况，要安怎来解决？请大家欢迎来报名参加。讲师是吴信如老师，时间是伫个11月20号2点到4点，伫个咱济南教会的主日学教室。报名的方式，即个网络的方式，请家己看。下面团契消息，请家己看。具体消息，林文忠长老的老爸林英华长老，伫10月19号明主文调安孝主怀，享受98岁。定伫11月5号下晡2點，伫个台中3一教會来举行追思礼拜，愿上帝安慰伊族。教界消息甲近期的事工预告，请家己看。下面要请黄春生牧师来介绍新朋友。咱即时要来请子恩莹莹甲宽义牧师甲玉贤长老来好，因为迄个子恩带因查某囝来到第一遍来到伫教会，咱要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咱三个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互敬畏上帝的人伫你的内面领受对你丰富的恩典。即时子恩、莹莹，因带着因的查某囝来到伫教会来敬拜你，亲像早前主你伫世间真侪人的时阵。也来到伫圣殿一样，阮要为着即个细囝来仰望伫上帝，愿你来看顾帮赞，也互伊身体哪长大，上帝甲正人的疼也哪疼伊，也引带伊伫即个头前的路站，互照顾伊的人会通有上帝你来的即个。疼痛，将你信仰活命的气力来教导细囝，互细囝自细汉就行伫上帝的道路。主，阮要为着子恩、莹莹这个家庭来仰望伫上帝，愿主你来看顾。阮也感谢你，互宽义牧师甲玉贤长老伫阮的中间做真侪真水的工。愿你祝福属主你所疼的家庭，愿你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拍鼓来欢迎细囝。我做一个补充这个宽义牧师甲玉贤长老今仔日。特别为着咱甲因分享因的欢喜，所以有准备这个油饭啦吼。所以中昼的时阵吼，咱等下听演讲了后，咱会通做阵来享受吼。这时我也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来介绍的是赖婉玲、赖婉玲，来欢迎。我来介绍的是朱梦丽，就是大庆长老的阿哥，
对美国回来，欢迎欢迎。过来介绍是 Tina， 来请起立，互咱来熟悉 Tina 黄敢是？这写 Tina， 也是写唔对，不要紧，写起立，互咱熟悉，过来介绍的是对基隆教会来陈明铁、陈嘉莲杜罗，欢迎欢迎。对高雄李诺来欢迎。咱也甲咱的兄弟姊妹彼此请安，愿上帝稳定甲咱每一位三弟弟。我阁做一个补充因为这个是后礼拜11月初6，咱主日学有办一个迄个活动详细报告后礼拜会刊登，但是咱会通将后礼拜这个礼拜后的时间留落来，做阵来去主日学教室，因为主日学因即季因的信息嘛是马可福音。要做一个马可福音的总复习啦，这总复习的中间会有设一寡游戏的关卡欢迎咱兄弟会通囡仔，特别阿公阿嬷带着孙仔做阵来参与爸爸妈妈会通伫这中间嘛做阵参与，咱其他兄弟嘛会当伫迄个中间参与这个主日学的这个活动欢迎后礼拜的报告会当搁详细，互咱了解以上。这是咱做伙来金上营圣诗387首，因讲归圣父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金诗线由黄春生牧师来祝祷。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的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弟弟，对即是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列岛避会，若有需要带倒的兄弟，请到礼拜堂外口的雨伞卡，其他的兄弟欢迎来交易。咱要来翕一张相。